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對一個人來說，擁有耐心非常重要。匆忙時，人們有時會做出可能是錯誤的事情。比如，如果你生病了，服藥後，藥效是逐漸起作用的，隨着時間你會好起來。服藥後立刻康復是不可能的。我們應該從大自然中學習耐心。當你在某地種下一棵樹時，它只有在適當的時間才會成長為一棵樹。萬事都有它的時機，不能提前發生。如果你想實現某個目標，首先必須為之付出犧牲。只有經過犧牲，你才能獲得成果。如果你沒有耐心，即將得到的東西也會從你手中流走。這是自然的法則，每一件事都在它正確的時間發生。每個人都必須自己完成自己的工作。如果自然也像人類一樣隨意行事，那麼地球上將不會有任何穩定。只要不遵循自然法則，生活中就不會有穩定。那麼，為什麼社會中發生這麼多強姦案件呢？這背後存在父母的一些錯誤，他們未能為孩子提供正確的價值觀和教育。如果孩子沒有得到正確的引導，他們可能會誤入歧途，犯下罪行。當涉及到自己人時，人們會變得自私。他們只希望自己的親人幸福。你可能注意到，當你把孩子送進學校時，許多老師並不把孩子當成自己的孩子來教，而只是為了維護學校的聲譽而教學。除非老師給孩子一種歸屬感，否則教育的真正目的無法實現。每一個教育品系都應該以自然為基礎。有些富人把孩子送到國外留學，卻忘了整個地球本身都應該以自然為基礎。我們的行為在我們之間製造了歧視，把我們彼此分開。我們應該向自然學習，比如天空、太陽、行星和星星。太陽從不說我只給某個眾星或宗教提供光明，天空也不會說我會拒絕任何人的生命，行星和星星從不說他們會停止釋放能量。只有人類才傳播歧視。我們應該把太陽、天空、所有的行星和星星當作我們的理想，並像他們一樣行為。只有這樣，地球上的愛、團結與和諧之情才會覺醒。因此，實踐自我反省，聆聽內心的聲音，遵循良心非常重要。這樣，在生活的每一個行動中，我們的良心都能指引我們走上正確的道路。同時，不斷念誦拉姆納拉揚拉姆，因為這是一個神聖的名字，可以拯救你的生命。這個名字滿足你的願望，連接你的內在靈魂。